一起启动。上个10日台湾灯会再度由台南主办，规划高铁灯区以及安平灯区。2月3号由安平灯区拍头阵。有请姓庙。开幕当天特别邀请到棉花糖总团盛大演出户外艺术作品《马祖》。在宣传记者会当中，嘛现场演出精彩片段，展现台湾丰富的宗教文化。10年呢，我们几乎没有在启动，因为他的表演方式跟他的表演的内容非常的复杂，但是它的精彩度是非常的破表。那这个剧动员了300人以上的演员，而且3个以上的舞台，尤其美不胜收，在艺术价值以及在受民众的欢迎的程度上，我想堪称是有史以来最高的。另外，安平灯区的部分规划台南400甲和光往事2大主题，会伫安平区的林外牛公园码头看运河烟花，总共展出30件以上的作品。10组作品，5组艺术家。然后整个运河畔呢，都是用科技艺术的创作作品来完成的。这次我用的是环境艺术的手法邀请艺术家来这个林默娘公园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今年的灯会将展示台南400丰富的文化资产，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及艺术元素，打造一场充满创意的世界响应。欢迎全国民众到底拢来台南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